接落來看中東，在美國甲伊朗打簽停戰的備忘錄，不過這陣又擱戰起來。一隻中英海運的貨船通過荷姆茲海峽的時，去互無人機攻擊。所以講美軍就指控伊朗違反停火協議，就空襲伊朗的軍事設施。不過伊朗迄邊是強調講，有船啊違反海峽的通行規定，才會射飛彈來警告，批評這美國是咧找借口發動攻擊。航行在荷姆茲海峽的貨輪常常遭到無人機攻擊。美國總統川普證實，伊朗向通過這條全球重要連環航道的船隻發射4隻無人機，其中3隻被美軍拍落來，另外1隻拍到長榮海運液海動力輪。I don't like the fact that they took a shot yesterday. Actually, 4. We knocked down 3 at a ship, not an Allied ship, but a ship, a very expensive ship. And it was fine, but it took a little beating. They shouldn't be doing that. 根據長榮海運水平掛新加坡旗的動力輪，迄時陣沿阿曼海峽駛離開的荷姆茲海峽，駕駛台頂懸架屏，互不明物件弄到，造成厝頂甲駕駛室窗仔受損，不過無人員傷亡，船也順利脫離海峽。美軍中央司令部認定，伊朗用大向攻擊無人機、攻擊商船，明顯違反美停火協議，出動軍機空襲伊朗境內飛彈甲無人機渡船設施，引發雷達站做強烈的回應。不過，伊朗方面強烈否認美方指控。伊朗國會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阿吉奇在社群平台表示，美國閣一擺在談判期間攻擊伊朗，證明川普政府根本無遵守談判原則，也無遵守停火協議。伊朗國營媒體引用軍方消息人士指出，代誌發生之前有船隻違反荷姆茲海峽通行規定，所以伊朗部隊捌發射警告彈加警告飛彈，美國說安尼對伊朗發動攻擊。另外，經過5擺會談了後，黎巴嫩、以色列甲美國日前在華盛頓簽署一項3方控制協議，為這2個長期敵對的中東國家進一步達成和平協議來鋪路。公視新聞陳秋梅報道。